3个不强奸你拿这台减一点给我。跟老板买一台那个19的混动马3，你给他贴麦克风，他不会讲话的。对啊，没事没事，买车啊，有时候跟客人买也不会比较好买，客人一直比较，有时候反而跟同行买还比较简单，外表就一点呢哈，都一点点。哦，那昨天几点？哦，差不多11点多哈。对啊，昨天那台也最可惜 ，RAV4， 那个车主没办法，我知道，这个都原厂记录了。对啊，你说这台啊？主要是这一块跟这一块，这一块跟这一块的，这两块要做了。前保那边前保一点点，这边一点点。对啊，啊，这个是脏，这个是脏没？因为珍珠漆的就很麻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大概6片了呢。那这台减一点给我了，好不好？6片呢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他倒车前引擎头坏掉，你倒车让他看你啊，税权。你看你啊，本来就税权了，一高腰，意思。好。